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6年1月13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個市可以話係微微地延續尋日嘅強勢，恒生指數一開波就高開，升約0.9個巴仙，上返26,800點樓上。表現得幾好嘅係恒生科技指數，升約0.11個巴仙，企穩喺5,870點附近。尋日個市已經好生猛，主板成交過咗3000億，加上有超過73億嘅北水湧落嚟撐場，個底都算托得幾穩陣價啦。今日啲焦點唔使問亞貴，肯定係落喺科技同 AI 概念股身上啦。尋日快手1024跌咗超過2個巴仙，美團3690就幾乎冇變動，跌少少約0.1%。阿里巴巴9988就升咗約3.6個巴仙，今日開市繼續有勢頭。似乎資金都好熱衷於追呢個主題。另外，個別股份嘅好消息都幾振奮人心㗎，好似藥明康德2359咁出咗個盈喜，話預計今年全年賺多超過1倍，刺激股價今早升咗超過8個巴仙。榮昌生物9995仲犀利，同國際藥廠艾伯維簽咗份授權協議，潛在價值可以去到成56億美金咁多，股價升咗近8個巴仙，呢個消息真係有肉食㗎。當然啦，個場都唔係完全冇暗湧嘅，外圍有單新聞搞到人心急急地，就係話美國司法部對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展開調查，市場擔心會影響美國貨幣政策嘅獨立性同穩定性。另外，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嘅政策仲喺度傾緊，雖然話可能用設定最低價代替高關稅，算係緩和咗少少，但一日未定案都係一個變數嚟。睇翻板塊表現，尋日就係造紙與包裝股最標青，板塊升咗超過6%。相反，電器設備同家電板塊就比較輸蝕，要跌1至2個巴仙。可以見到資金嘅選擇都好明確。展望後市，個市氣氛暫時都幾好，不過跟住落嚟有幾項數據就要盯實啲啦。今晚美國會出12月嘅 CPI 通脹數據，聽日就有中國嘅貿易數據同美國嘅 PPI。呢啲數字會直接影響市場對利率同經濟嘅預期，可能又會帶嚟一啲波動㗎。所以各位朋友手上有貨嘅可以睇定啲，想入市嘅都係睇清楚形勢先啦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